其實係杏仁豆腐嚟嘅應該，但係點解會係硬到咁樣嘅咧？好似啄木咁樣，所以咁大個斤啊應該。今日同大家穿越時空，去圍牆裏面用平民價錢食魚子醬片皮鴨，食飽飽就同大家穿越時空，去到一間充滿未來感嘅書店嗰度打卡，之後再去一個充滿外國小鎮風情嘅地方行夜街睇夜景。準備好，我哋就進入時光隧道啦！今日同大家去富華里一間叫做大河上客嘅京菜館嗰度食嘢。呢度最出名嘅係佢用果木燒嘅片皮鴨，佢嘅鴨有幾香，你睇下香到連呢個小朋友都要排隊，你就知有幾吸引啦。呢度嘅裝修真係冇得輸，攞滿分啊！一入嚟，我覺得自己好似翻咗去古代嘅宮廷裏面用餐咁樣，直頭覺得自己好似變咗做楊貴妃咁樣啊！首先我要介紹下呢一間餐廳主打嘅片皮鴨，佢嘅鴨係用果木燒出嚟㗎，你睇下佢啲煙真係熱辣辣、香噴噴，淨係賣相已經攞滿分啦。今日我哋嗌咗一個魚子醬烤鴨，真正嘅魚子醬一般我哋係會只用沉魚卵嘅魚子醬先至可以定義為正宗嘅魚子醬。咁呢間走平民化價錢嘅餐廳，佢哋又用乜嘢質素嘅魚子醬呢？一般頂級嘅魚子醬多數會用密封嘅金屬罐去安裝，因為要防光氧化。大家睇翻剛才嘅片段，睇下佢哋嗰個魚子醬係用乜嘢包裝。而劣質嘅魚子醬嘅味道可能會過鹹，有啲苦味或者會有啲粉質感，因為可能添加咗過多嘅鹽同埋防腐劑啊。而呢度嘅魚子醬基本上可以用冇味道去形容。而呢間鋪頭就好聰明，正因為魚子醬冇味道，佢哋喺下面放咗一塊片皮鴨嘅皮，下面就再放咗一塊哈密瓜，最底嗰層係一塊薯片嚟㗎。所有口味夾埋嘅層次感非常之有趣，係一個好好嘅兼味嚟㗎。呢個片皮鴨基本上係每一個食客嚟到都必點嘅菜式，我就唔想着墨太多，反而我想講下佢其他嘅菜式俾咗好大嘅驚喜我啊！好甜啊！呢個叫做撈汁折頭，已經成為咗我嘅新歡啦。一般嘅海蜇大家就食得多，你有冇食過咁大嚿食落去仲要嗦嗦聲好爽脆嘅折頭呢？除咗折頭之外，佢仲有一啲蝦同埋青瓜㗎。不過提下你，呢個菜式基本上係冇味嘅，所以就算你平時唔中意呷醋，都記住要點一點，跟埋呢個菜式一齊上嗰個醋啊！跟住就到呢一個叫做鮮雞湯灼蘿蔔苗，佢個蘿蔔苗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時食嘅豆苗一樣，非常之鮮嫩，仲有一陣草青味㗎。一個咁簡單嘅上湯菜苗，佢哋嘅工作人員都會攞個爐出嚟喺你旁邊嗰度，首先將一啲鮮雞件擺落個煲嗰度煲咗個湯出嚟，然之後先擺啲菜苗落去淥，真係用雞湯熬出嚟嘅菜㗎。咁極致嘅服務，到最尾我話俾你哋聽個價錢嘅時候，你哋千祈唔好跌咗隻眼珠出嚟啊！呢個其實係杏仁豆腐嚟嘅應該，但係點解會係硬到咁樣嘅咧？好似啄木咁樣，所以咁大個斤啊應該。5 minutes later，因為我研究咗好耐都研究唔到呢個係點樣食啊，我專登揾咗個專業人士幫我示範一下。好，麻煩你啊。哦，哇，好得意啊！呢個你睇下。內有乾坤嘅，原來個大羹同個細羹就係咁樣用噶啦。哇，好香杏仁味啊佢，勁香杏仁味。佢個底咧仲有啲好似桂花咁樣噶。回到過去之後，我哋就帶大家去一間充滿未來感覺嘅書店。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呢個書店叫咩名呢？我俾3秒鐘大家去研究一下。頭幾次我以為呢間書店叫做不如不見嗰個不見啊，後尾睇下英文先發覺原來佢叫做尋覓嗰個覓啊，真係有意思啦！呢間書店佔地1500平方米，係珠海文青嘅打卡勝地嚟㗎。我覺得佢唔似係一間書店，更加似係一個文藝嘅小宇宙啊！佢除咗有大量嘅書籍之外，仲有好多文創嘅商品，最特別嘅就係嗰個階梯閱讀區，真係好有未來感㗎。另外佢仲有咖啡區，連售賣植物嘅地方都叫做橙粒植物研究所，係咪好潮呢？雲遊太空之後，係時候腳踏實地。我哋喺書店用雙腳行返出嚟呢度，見到呢個咁靚、充滿外國小鎮風情嘅大街，我淨係覺得，無論生活喺邊一個時代，只要活在當下，好好享受現在，就係最好嘅時代。又到總結時間啦！我自己好鍾意富華里呢個地方，因為佢嘅街道氛圍營造得非常之好，仲有好多好有特色嘅鋪頭餐廳。好似片段裏面介紹呢一間餐廳，無論環境裝修定係食物質素，我哋都一致俾咗滿分㗎。咁樣嘅餐廳埋單只係需要300幾蚊，所以有時我覺得幸福感唔一定需要用價錢去堆砌嘅，你同唔同意呢？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